5日全台湾各地拢会举办白龙船的比赛，总统蔡英文嘛到家人为比赛名称起跑，为选手加油的时，伊嘛讲到大家发挥1+1大于2的精神，心内所想的，感觉是党内初选。那明仔载也就是7月政见发表会就要举行啊，蔡总统嘛讲，也以慎重的心情来面对。家人的两船赛不同款，比赛地点伫江边，规架嘛是总统级的。我们是基隆大本土。伫日头下，总统蔡英文心情好，亲像嘛袂歹，满面笑容，嘛勉励选手爱团结一心。船上有很多人，但每一个桨都是一致的，要把每个人的力量集中在同一点，就能发挥出1+1大于2的能量。家人市长林佑昌伊嘛表态，挺蔡总统连任。蔡英文总统，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支持我们基隆市的一位总统。那基隆的未来要进步，基隆的未来也需要发展，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蔡总统有机会可以继续领导我们。虽然是5日制，不过看得出来，总统也是看心党内初选。政见发表会7月伫花市登场，总统准备好未？那当然，我也很珍惜明天有这个机会哦，让我在政见发表会上把这几年来的施政哦，能够清楚的向人民来报告哈。所以我会以很慎重，但是以平常心来面对。台湾第一名马豆林志玲嫁予日本艺人阿基拉，总统嘛给祝福。恭喜志玲姐姐啦，那要祝她新婚快乐、幸福永远啦。那至于台湾的男生，那就很抱歉啦，要自立自强。虽然不用准备政见发表会，蔡总统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